好，开始。唯有放下自己的成见，去包容别人，原谅别人，并和别人打成一片，才能在团体中与人和乐相处。毕竟生命是共同体。各位，我写到这一段的内容啊，我突然间想起来，以前有一个老师啊，要做生物实验，他就按照这个座位的次序啊，就安排啊，一小组一个小组，一个小组一个小组，结果呢？那么12个人一个小组，结果其中这个一组里面呢，有一个同学就要求了，老师，我要换组了，换到另外一组。老师就问他学生，为什么你要换组？因为他就讲了，我讨厌他呀，我讨厌某一个人呢。老师说，这个人在你的生命中重不重要？他说不重要啊，怎么会重要呢？我讨厌死了。那老师又问了，那其他的人你有没有喜欢呢？有啊，我跟其他人也没有冲突，我很好啊。这样好，老师接着就问了，既然在你的生命中不是很重要，那你何必把它很在乎呢？何必很在乎呢？那你为了一个你讨厌的人来离开，为什么你不如为你喜欢的人留下来呢？你才一个人，你讨厌，但是10个人都喜欢你，为什么你不为喜欢的人而留下呢？有没有道理啊？各位，你们要知道啊，这个老师啊很有智慧。开始就举一个例子，你看那个蚌壳啊，那个蚌的胸襟有多大？各位，蚌你们知道吗？就2片啊合起来，它好像有条纹，对不对？里面有肉，是不是？你看那个蚌，它没有头脑哦，没有大脑哦，又没有脊椎，它是一个软体的动物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它在海里面也好，或者在我们一般比较潜水的很浅的那个水里面，它在生活的时候，突然间就一粒沙子跑进它的肉里面，它没有这个能力把它打开啊，把它挑起来，把它丢在外面，它没有这个能力。他只有2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怎么样，埋怨嘛，不愉快嘛，我讨厌嘛，就他第一个选择只有这样。第2个选择呢，我就包容他吧，包容他，跟他和平共处。结果这个蚌壳呢，他选择了第2项。因为既然他没有能力把它丢出去，没有不喜欢的东西丢出去，那只好呢就顺着这个环境。既然来了，我怎么办？要跟他好好的相处，他就开始用它的营养的成分，把这个沙子呢慢慢把它裹上一层，慢慢的裹一层，越裹越深，越裹越厚。裹到最后，他很用心的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了。他没有把它当作是别的物体呀，没有把它当作别的物体，就把它当作他自己。各位，最后呢，这些沙因为裹上一层营养成分，到最后变成珍珠啦。珍珠就这么来的，各位，对不对啊？你们知道吗？你看，能够容纳在一种没有办法挑剔的这个环境里面，你能够接受，
你能够跟他共处，各位，这个就叫修行，就叫做修行。所以一个人，他是没有头脑的人，在演化的过程，他是一个最低等的动物，最低等的，他就能够选择原谅别人、包容别人，跟他好好相处。我们人呢，身为一个人，有头脑，你有脊椎啊，你是个天地人三才之一，为什么我们作为我们的想法，怎么不如一个棒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应该要警惕啊。结果这个学生一听了啊，对，我不应该这么冲动啊，这么鲁莽。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成见，放下自己那种很坚持的、固执的、很倔强的一种看法，我们一定要放下来，把这个放下来。去包容别人，原谅别人，并和别人把它打成一片，你才能在这个团体之中跟别人和乐相处啊，和和气气、快快乐乐的，大家生活在一起。毕竟我们生命是共同体，各位对不对啊？生命是共同体嘛？为什么？你看，今天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，宗教的单位，各位你想想看，哪一个人都很重要。哪一个人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。他会扫地啊，扫地就是他很重要；他会厨房工作，他很重要；你会办公，你会接待人员，你很重要，重不重要？也会种菜的，你很重要；会拉水管的，你很重要。每一个人各个的专长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互相依赖，对不对啊？我靠你，你靠我。我们这个团体才会兴旺，这个团体各位才减少很多没有必要的损失。所以各位，我们生命就是共同体，生命共同体，我们不可能独自的生活，你不可能的。你看你们会做那一样，但是你不会做这一样，就证明了我依赖他，他依赖我，我们大家一起合作无间，共同努力往前来。好好的奋发向上，这个团体才会蒸蒸日上、欣欣向荣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不能排挤任何人，我们一定要包容别人、原谅别人，并大家好好的和睦相处。各位，这个我们的单位才会站得长久。所以各位有没有道理啊？我们不能输给棒啊！人家棒能够包容别人，包容他。其他异己啊，就是不是自己的东西，结果他能够跟他相处，结果最后变成他自己的，能包容他，跟他非常和睦的这样的生活在一块，结果你看珍珠就这么产生出来的啊，珍珠啊，为什么叫做棒珠？棒能够生珍珠啊。多么珍贵，这么珍贵，价值连城，贵，对不对啊？你们不能包容别人，我们人的人格就很庸俗、很低劣，度量不宽敞，度量不宽的人，各位，你想看，人生的道路就黑暗了吗？有量才有福嘛，你有度量才有福报嘛。你为什么没有福报？没有度量啊，所以我们要不要有度量啊？很重要，所以这句话告诉你，我们把自己的一些想法、看法你对某一样的坚持，一定要放下来，然后跟别人好好的和好相处。这一点呢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